头伸出来了，你看看有没有看到白色的啦？白色的那个就是胶合结合的了。慢慢观察。哦，你看哦，白色的，头伸出来了。你看瓜鸟头伸出来了。头会伸出来，还会缩进去。你有看到白色的东西吗？白色那个就是胶合了。胶合的时候才伸出来的。瓜鸟交配是这样的。本来要把它抓去放生，瓜鸟很喜欢吃地瓜叶，种的地瓜叶子很快就被吃光光。看到有一些幼苗从中间把它咬断，那个可能是壁虎来咬的嘞。瓜鸟都吃叶子而已，也有可能是爬上去要吃叶子，结果太重了嘛，把它扯断了。这两种推测了。你看瓜鸟交配白色的地方，你看有没有注意看你白色的？本来要把它抓去放生，他无意中发现。怎么交配那么久啊？他们都静静的，没有在乱动哦。你看有没有看到白色的？白色的怎么是从那边伸出来的？你看那边也有白色的，有没有？两只都有白色的。左边这一只有白色的，右边那一只也有白色的，有没有注意看？本来是两个是缠绕在一起的，本来两个白色的是结合在一起的，现在分开了，你看，分开了。